嗨，大家好，我是谭明书。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股市虽然是放量下跌，但是房地产板块好像走的还比较顽强。港股的房地产板块，你像碧桂园、融创好像都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恐怕又有小作文要出来。具体小作文的内容咱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今天是不是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这会上提了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知道是不是受消息的影响和刺激，房地产板块走得比较顽强一点。但是他提到了稳住楼市、股市，这个股市是跌的。根据中房网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已有远洋集团、龙光集团、佳兆业、世茂集团、碧桂园、金科股份、融创中国和华夏幸福8家房企债务重组取得积极进展。在境外债方面，多家房企连获突破。2月27日，龙光集团公布其境外债务重组最新进展显示，截至2月27日下午5时正，持有公司境外债务本金总额其中62亿美元，超过 80.8% 的同意债权人已加入整体这个就是重组计划。科尔瑞研究中心指出房地产行业迎来了标本兼治、化解风险的发展新阶段，正式进入了风险化解新周期。不过，目前房企的债务压力仍不容忽视。2024年房企债券到期规模4828亿，而发行的规模仅有2158亿，也就是抽血抽了2700亿。本来是发新债换旧债，这个还好一点，现在是你看到期的是4800亿，只发了2100亿的新债，那就还有2700亿血被抽走了，无法通过借新还旧覆盖到期债务。2025年房企的债务压力同样较大，到期规模要高于2024年，达到5257亿元。哇，今年整个房企的这个负债到期是5257亿，你能发多少？去年已经抽了2700亿的血，如果你今年我估计跟去年一样，你就发2100亿，那你还有要抽3000多亿的血那这房企能扛得住吗？整个房地产行业连续几年大失血，它自身造血能力又差，现在房子不好卖，你房子就是卖掉了，恐怕都是便宜的卖，要不然万科对吧？怎么亏损450亿呢？保利的利润都是下降了60%吧？你现在房子能卖掉的也是打折卖的，房企的造血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差？它又融不到钱，那只有暴雷一条路。所以咱们一直说这个房企不是在暴雷，就是在暴雷的路上。2025年房企到期的债务是5200亿，如果房企能够融资5000亿以上，那才说明这个房企稳住了，就是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借新还旧，能把这个债给覆盖上。另外一个，这些房企所谓债务重组成功，也不代表它就高枕无忧了，实际上只是延缓。以融创为例，它债务重组早就成功了，但是你看它有多少强制执行的这个案件，它根本付不起。我们再看条新闻，说苏州刑拘了一个唱空楼市的房产中介，刑拘是刑事拘留，就是那个刑责。说2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一个通报，说有个房产中介邵某在网上发短视频，说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一天。结果他这个短视频一发，有关部门就进行调查，发现属于不实言论，就是造谣，所以对邵某依法刑事拘留。工业园区发了这么一个通报，这个通报看上去好像很平常，但是你仔细一看，有点后脊背发凉，因为它不是行政拘留，通常像这种事情很多都是行政拘留，7天、10天，他这个是刑事拘留，这立马就性质变了。行政拘留它没有案底，刑事拘留那你就是你犯罪了，跟以往像类似这种造谣的处理相比那这个明显已升格了。以往你看什么，大家记得山东反日的那个叫战马，是不是到处搞那些视频，那播放量都上千万的，最后也只是封号处理，对吧？大家还记得青岛的逆行让他打人，才刑拘10天，行政拘留10天。你要对比这个，就发现苏州是不是好像升了一个格？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看有媒体说关键人家这个视频它下面还标注了说虚构演绎仅供娱乐。如果说你标了这个说我为了娱乐虚构演绎，已经标明了，那要刑拘他确实让人感觉味道不对。大家自己细细品，这几年苏州工业园区发生的怪事也比较多，还有一个马翔宇。我在想，这些房产中介他为什么
要拍这样的视频？动机有什么必要呢？或者为什么要拍这种视频，非要去硬生生的唱空苏州的房价？他非要说在房产交易中心那些人都是花200块钱请的，这个不太好理解。第二个，你看苏州地方政府这种护盘的行为，绝不容忍别人唱空房价，是不是说明房价矛盾比较突出？政府着急，不能容忍一点伤害。因为现在稳房价是不是任务，对吧？好不容易房价稳住了，你这有人还在这造谣，大好形势就被你破坏了，所以直接把你抓了。我从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恐怕是很多地方政府稳房价很辛苦啊，压力很大，高度紧张，怪不得很多地方都主动宣称楼市已经止跌回稳，恐怕这是一个要求，一个指标。我们再看香港的楼市，说有统计显示全港私楼总市值大幅蒸发4800亿元，香港撤辣1周年，买卖增加了，不过楼价持续向下，并拖累业主身家大缩水。统计显示，全港120万私人住宅总市值跌至8.99万亿元，较撤辣前跌近4800亿元，平均楼价下跌至699万元，相当于每名业主身家减少47万元。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认为，楼价下跌令资产缩水，情况无可避免，对经济也有一定的破坏力。除了担心经济前景，有分析认为，利率维持在高位，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楼价。中量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维持看淡房价，就是看空，预计全年再跌5%。正好现在是香港旧楼市，也就是全面撤辣1周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房价在去年撤辣之前的基础上再跌6%，整个全港的楼市蒸发4800亿。这个2月28号，香港差餉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说1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287.6，连跌2个月，创近8年新低。1月楼价按月跌0.45%，按年跌6.4%。相关最新指数徘徊于约2016年8月水平，现实指数2021年9月历史高位398点相比，大跌27.8%。这香港的楼市现状，无论是说去年还是说今年1月份，房价都在下跌全面撤辣救市的效果怎么样？应该没有达到预期，也就是香港的楼市没有稳。我为什么要介绍香港的楼市？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内地的楼市，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就是一个参考。也就是香港的楼市还在下降，你非要说深圳的楼市在涨，稳住了，恐怕至少这数据也有点矛盾。再看一条新闻，这是新浪科技报道的，说这个刘永好透露说，梁文峰说DeepSeek 只有160名员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2025年新希望集团媒体沟通会透露，他在与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交流中获悉DeepSeek 目前只有160名员工。刘永好透露，新希望的金融科技公司要求半个月内全部上线 DeepSeek， 3个月内主要业务全部导入 DeepSeek。他称赞年轻企业家创业进步很快。这个新闻什么意思？就是 DeepSeek 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他也只有160名员工，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提供160个工作岗位。这160个人是不是都在杭州？还打个大问号呢？恐怕他主要的研发团队都在北京，杭州恐怕就是个注册地，恐怕就一个办公室。当然这个我不掌握，总共就160人，全搁在杭州。你说对杭州的房价能有多大影响？对杭州的经济能有多大影响？当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他恐怕以后会有1600人，16000人，但这个还早着。现在很多媒体中介对吧，又在炒杭州的房子，我不知道什么数入科技有多少人，这个6小龙加在一起能有多少人？我们再看一条新闻，这个是每日财经报道的，说2月土地成交平均溢价创近4年新高。你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楼市现在又开始火热，土拍市场价率创4年新高。2月27日，据科尔瑞监测，2月受季节性因素和降库存目标影响，土地成交面积同环比持续回落，但北京、上海、杭州迎来多宗高总价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土地成交金额同比上涨。截至2月25日，2月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达 13.4%， 自2021年7月以来首次突破 10%。 随着核心城市新房去化加速，地方库存压力显著缓解，叠加各地供地策略的精准调整，房企对优质地块的投资意愿持续增强。这一趋势表明房地产开发商对优质
质地块的兴趣持续增强，尤其是在1、2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新房去化加速和地方库存压力缓解，加之供地策略的精准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房企对优质地块的投资意愿，这可能对地产板块产生重要影响，促使企业重新评估投资策略，并对未来市场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新闻它能说明什么呢？我们昨天节目说了，这就说明了贫富分化加剧，有钱人还是有钱，大量的中产返贫，但是富人不受影响，至少富人在住房这块的消费没有受任何影响。你看整个的土地拍卖是在环比是下降的，也就是地卖的越来越少，但是他卖的那个地价格是越来越贵，这说明什么？而且这一地都在上海、杭州，叫优质地块。说到上海大家就知道了啊，上海动不动就是豪宅日光，3000万、4000万、5000万一套的房子，一个项目推出来1天就卖完。我记得2023年那个7月份，那个融创是推出一个项目，多少富豪在外面排队交资料。你要知道那些人每个人身价恐怕都是上亿的，因为他买来的房子都是4、5千万的，他们要交那些资料审核，冻结你的什么资金。那么多富豪顶着酷暑在售楼处排队。我读到这样的新闻，我就发现咱们还是贫富差距太大，这里面就是分配出了问题。牛马韭菜买套房子掏空6个钱包，咬牙切齿，7大姑8大姨的借，现在还不敢买，因为害怕房价跌。但是你看有钱人对吧，买5000万的房子就像买菜一样，他也不用担心房价跌。事实上这些豪宅房价恐怕也没跌，因为它这个位置好。宁波楼市报道说，这个宁波下印低密宅地拍出超高溢价，地价已高过周边很多二手房成交价。刚刚说2025年宁波首批出让宅地中的第2宗地块叫下印永宁府南侧地块，经过60轮竞价，由华润竞得，成交总价11.68亿元，成交楼面价25514元每平米，溢价率50%。你看看这个楼面价已经比周边的二手房的价格还要贵，你就不要说把它房子盖好之后卖多少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低密度住宅，容积率仅为 1.2， 建筑限高36米，地块规划条件明确，这宗低密住宅上建设的一类住宅的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地块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40%， 单栋低层住宅户数不得超过6户。但是它也同时规定不能建成独栋式的别墅，也不能建那种双拼式的低层住宅，那不就是建成这个大平层吗？阳光房。低密度说白了就是建豪宅，正因为它建豪宅规划的是豪宅，所以它楼面价的已经超过旁边的二手房的价格。那这就是再次证明有钱人不差钱。所以你说买房难，那指的都是韭菜牛马。最后柯先生买这套房子对采光的要求比较高，最终选中了楼王位置8楼一套238平米的房子，优惠后的房款总价在670余万元，并签了认购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了近35万元的预约金。当夫妻俩到售楼处准备交首付款的时候，发现了问题。跟我老公中午的时候过来，然后走到那个售楼处一看傻眼了。从1楼到顶楼全部是被遮挡的。我买的那个803西边户，我们是西户嘛，西户的1楼到10楼全部都是被遮挡住的。如果说这边上午采光好，下午是这样子的，提前如果说你们告知我，至少我们夫妻俩花600-700万。我知道，这是我的错。就如果我知道他采管在哪，第一我也不赚这几千块钱，我也不可能卖给你。我说1000到1万，我真不知道他采管在哪。之后，柯先生多次和销售人员以及保利置业相关人员交涉，提出退房的要求，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柯先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缴纳房屋首付款，还收到了一份合同解除通知书，说他构成违约。开发商不仅要扣除他之前缴纳的近35万元，还要将房屋收回重新出售，这让柯先生无法接受。零距离节目播出后，在网上也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也引起了开发商的重视。目前，开发商已经给柯先生办理了退房手续。协商之后给他做退房处理，现在手续全部都办好了，1个月左右把钱到我账上就好了。不过，开发商表示，柯先生作为买房人，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双方在协商后扣除了部分款项。不是全额退款，我们是有一定协商解决的这个事情，我们会收取他一定的几万块钱的违约金。当时看房子的时候，并且因为这个采光问题呢，我夫妻俩也没有看到买房子毕竟也600-700万，我们也确实有点疏忽大意。我说那行，反正这个我们也虚心接受，知道以后买房子真的大家要擦亮眼睛嘛。
零距离记者为你报道。我们再看一个视频，这是叫荔枝新闻报道，零距离说是什么事？是有一个夫妻俩花巨资买一个房子，他们对这个房子的采光有要求，所以他们花巨资买了一个小区的楼王。结果交房的时候发现，他这个楼王的采光非常差。那人家本来就要采光好的，结果偏偏这个采光很差，所以他就要退房。近日，荔枝新闻报道，670万买的楼王交钱时发现采光差一事。江苏的柯先生花670多万在某楼盘买了一套楼王位置的房子，交了近35万的预约金。销售人员跟其保证称楼王位置的房子全天采光。柯先生在准备交房款的时候发现，楼王位置的房子竟然是采光最差的。柯先生表示自己对房子采光要求比较高，当初看房时，销售人员口头承诺房子全天采光无遮挡。该楼盘的销售视频也宣传楼王是全民户型。那这个柯先生肯定不干呢，要求退房，结果开发商就不愿意退，开始扯皮。大家看视频，这个事情经过媒体一报道之后，开发商没有办法，迫于压力把这房子给柯先生退了，但是还是扣了他的一定的违约金，说柯先生也有一定的责任。我看这个新闻，我不觉得什么采光什么柯先生这些细节，我只是对这个保利感兴趣。他这个楼盘是保利的项目，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买房如果你担心这个楼出问题，比如烂尾，比如质量有问题，你还是从央企或者国企手上去买房，这样维权相对来说有保障。我也不能说你绝对有保障，相对如果这是个民营开发商，十有八九他也倒闭了，你告他也没用，你只要把钱交给他，他就没办法退给你。你比如说河南的亮丽君，他们的遭遇不就是这样吗？差不多。你看保利作为央企，你媒体一报道，他一受压力，他把房子还给你退了，把那个钱呢，也就是保利好歹还能把他的钱还能出来，一般的房企钱进去了就没了，不知道到哪个什么供应商或者付到哪儿去了，他哪有钱？韭菜的购房款一交进去，不就交到那叫什么监管账户上去了？所以说咱们看这样的新闻得出个经验教训，就是你最好买央企的房子，实在不行你买国企的。那些小开发商名不见经传的开发商项目，你还是要小心，到时候输了官司，赢了官司，输了钱。另外一个买房的时候不要听销售在那儿忽悠，什么楼王没有完美无缺的房子，这个房子有优点它就有缺点。如果你一味听销售的话，他只跟你说这些优点，缺点他不告诉你，缺点等你自己去看。这个就要求你有经验有阅历。总之对富人来说买房子那就跟买菜一样，但是对我们韭菜对牛马来说买房子还是一件大事，所以还得小心谨慎。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